这件中毒的案件已经有2个人死亡，卫福部来证实，2位死者的遗体拢来验出到米甲困酸这种超毒的毒素。中国医药大学动物科的主任洪东营提出着警告，伊讲除了鸡仔条可能防污染之外，这个炒配料的乌木籽嘛真有可能伫咧发芽的时阵，互细菌来污染，产生着米甲困酸。讲这个乌木籽若保存了无透冻，或者是伫咧室温放上久，嘛真会来产生着毒素。口感食起来脆脆乌木耳，不管是做沙拉饮盘，或者是炒菜配料，做法简单个营养，保证低少毒素，确定是比较轻松。来源除了几样，中国医药大学动物科主任洪东营认为，炒配料的乌木耳冇可能有问题。黑木耳要处理之前呢，没有清洗，上面的菌呢，在浸泡的过程中间加上湿热。所以呢，它就增生。动物专家认为，乌木耳若是保存了无好势，或者是放伫咧室温受苦，就可能互污染。建议检验单位买采检餐厅所使用的乌木耳，上检培养昆虫来做鉴定。在食材上面呢，可以培养出这样子的菌，测到这样子的酸。那当然，你从病人的身上测到这样的酸，也可以怀疑。它是这个引起来。动物专家强调，比较困酸毒性真强，若是食1.5毫克，就可能被爱你的命。中毒的死亡率嘛超过4成以上，会当透过水药剂或者是化血来排除体内毒素。想要调查中毒的原因，除了用过食材，酱料嘛是调查重点。酱料发酵过程，若是扣微生物污染，会产生比较困酸。尤其是伫要收起来餐厅，袂决定调配酱料，加上长期放伫咧室温，无好好保存，都可会产生毒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